不能写一样的字，对不对？而且不能写那一些。可是这种容易擦掉哎。我直接没有哎，我直接空掉哎。无论用哎，都会靠。为什么聽起來像沒有用的都在哭？從順寬寬，客機啊！帥氣的站長，呢度呢講係個印度嘅站長，長矮啊，印度嘅老阿伯。你講邊做唔得是強到哦，按你個皮哦。哦，大家看到嘅影片就聽說底下家電視台又有新節目，我來同大家分享了。冇唔錯，今日嘅福氣來咧，就要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接下來同大家來見面呢啊！行業班上所有嘅節目，也下一徹底嘅播出嚟，要當到當精彩嘅內容，好好同大家來講哦。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行業班上所嘅製作人鍾煖儀分享。Hello， 大家好，我係行業班上所嘅製作人鍾煖儀。好，歡迎煖儀來到節目當中。接下來，那我一位來賓就係家下大家沒有看到嘅，客家電視台好朋友認真東江分享。耶，大家好，我係認真豆漿，認真東江。歡迎認真，耶！今天也知道整個福氣嘅樣胖，青春洋溢，可以來到東頭同大家講，我係今年年紀輕大嘅。哎呀，是這樣。哦，嗰時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行業班上所，所以客家電視台也一部嘅製作嘅，算係本人嘅後生嘅觀眾朋友嘅一個節目。嗰時節目當中啊，有請到大家看到嘅所謂명鋒啊，也係個 YouTuber 啊，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傾下偈。先請下製作人煖儀，啊，咩係同事啦，來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一下，也一季新一季、天一季行業班上所有有請到呢度大家就當熟識嘅，也就 YouTuber 也係網紅咯。好，冇問題。唔知大家有看過天一季嘅行業班上所嘅嘛？因為其實我哋天一季嘅來賓唔但請有請到，如係天一季嘅時節，都有請到嘅好朋友，因為我哋嘛希望如係可以有請各個多新嘅人，共下來搞遊戲，然後共下來喝咖啡，所以我們就是一樣找了很多，可能比如說不是客家人，唔係行業嘅，如果我哋共下可以來搞遊戲喝咖啡嘛，如果假使講全部都唔係行業嘅話，這個遊戲可能會有點玩不起來。就冇辦法。對，我們還是有一些就是節目上的考量，所以我哋咪通用請嘅嗰道線呢，可能通用係會講客家嘅後生人，然後比如說像今日你在認真，你都係我哋的客語擔當，就是而且就是認真也歸入係西洋河流都有挑戰到這樣子，對，就是大家一起來學客語，所以就算你係行業，然後可是你會客語，好像對於玩這個遊戲不一定要加分，要加分，冇，要加分，加一道分唔低，我加為難低，因為也算是一個團隊嘅遊戲，它是一個團隊合作的遊戲，所以就是要很考驗，除了考驗客語之外，也很考驗就是你跟隊友之間的默契。對，要同第一季有動態嘅冇共用，第一季算係搞大家有一些些難的詞，啊，教嘅方法面完全冇共用，啊，唔過出嚟啲。認真談講，你係第一季嘅我們的忠實的觀眾，請好看點第一季衝哦。冇錯，因為我嘅兩時第一季嘅時節就冇送啦，係咪唔知好嘛嘅？要天一季來了，天一季來，先拖起來，先拖起來。冇啦，因為天一季嘅時間啊，看到啊，即係講清晨期，啊，平常時啲咧做嘅事情，咩同大家來分享到同到嘅客家話，嗰種人就傾向會來指導講，到底人哋係用辦來做，啊，我就發現到哇，當好搞呢，有同到嘅客語師啊，同到就算會講客家話，就像阿婆好咧，咁樣不見得可能是按到嘅客語師，嗰個要會對客家嘅師弟對指導講，其實表達嘅意思，嗰種係清晨期嘅，嗰個還有啊，因為天一季嘅時節搞到同到客戶嘅客話，啊，對，無客語無客話，唔過吼，我做有一些些嘅課時就會講，一條無客話啲成法地位較難去使用，唔過做嚟幫你增加知識，啊好到一條，哎喲，講出來要做清傻批嘅詞啦，啊唔過我啲想講，對笨蛋就唔要講客話給你來講，所以有一些些嚟嘅挑戰啦。哦，真嘅，嗰時候天一季同天一季真嘅有動態嘅冇共用，像煖儀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作為嘅製作人對一開始天一季到天一季啊兩季嘅改變係乜嘅？確實天一季睇做嘅時間，連我哋七個。
我觉得清难，自己都被自己考倒这样子。咁啊，嘅我對安南嘅角度出發，其實一開始我哋係用漢文字一個概念去想嘅，對，所以就是想要用漢字，強用攏係漢字嘅事情，啊唔過我有冇強用嘅意思，唔同中文、中方言嘅解讀同客話嘅解讀，對強雜詞嘅解讀可能會冇強用。古時候有節目頭擺啲節目主題對工作人員喊叫按到學文字、課文字，因為就是第一季要讀嘅嘅文字嘛，同冇啊文字客話同方言，按樣看起來可能有冇強用嘅意思。大家這些來參加嘅 YouTuber 可能就會誤會。如果希望透過安尼嘅遊戲、安尼嘅效果，然後讓大家注意到講，其實客話同佢哋嘅距離冇安嘅。那不過就是後來我哋都有收到觀眾的回饋，太難的啦！我哋即刻平常時有睇講客話，你咩冇一定會，我哋咩喺做嘅節目以後，能學到按到嘅東西，所以天呢幾都有收到觀眾嘅聲音講，我哋可以開始學客話，講到也好啊！所以我哋廿一季我哋都係同一個學習嘅難度同意。講大一些，然後我哋希望可以用遊戲嘅方式，讓大家有機會同客話講出來。因為其實也蠻係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因為就算我平常時會講客話，可能阿權妹妹會講客話，不過我哋平常時睇做車時間，我哋唔會用客話講法，大部分時間還係用方言，所以蠻係希望可以用教嘅方式，有機會讓大家同客話講出來。而且不只是行言，但係唔係行言，大家強下來練習講困難。韓國係算係同大家分享較簡單嘅客家話，希望生活中可以用得到嘅客話。對，所以我們這次都講了一些可能就是生活中有些會遇得到的詞。甚至喺講就是有啲時間，我哋會好奇說，一個詞我哋第八言我用嘅樣，如果客話用嘅樣係冇一聽啲，因為有啲時間可能以前講客話嘅時間，一個概念還冇出來嘛，所以有在找詞嘅時候，也有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些咧，像我舉個例子哈，因為我自己用看過來，我咩親有感覺，比如講，我講一禮拜七無限，我唔會講，我一禮拜真見衝件三色安部嘅反正，我唔會講我自己，我真見當無限，好做作。對。天意貴人就可能會講件三色安部嘅反正，不過天意貴人就會搞太假無限這樣子，這種感覺。嗰時候天意貴就會變做比較平易近人一點，它簡單一些些咧。嗰時候一擺個節目有一個動貼片嘅名嘅，我相信大家就會目睭本意想到，佢按到土家暗字say， 這個暗字 say 同平常時講嘅暗字 say 有乜嘅無共用冇？其實一個靈感，一係我哋一規新嘅遊戲嘅名嘅，按到土家。我哋一般用客話名嘅土家，被卡住，你知道嗎？一個人叫土家，如果出講要暗字 say，一個暗字 say 其實係用路行國家上看到嘅一個諧音梗啦。因為大家如果講暗字 say，可是寫成中文會寫成暗字 sad。傷心的那個 sad，哭的那個 sad。對。啊，不過我有想講，其實同樣一個音來能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解讀，那剛好就是一個遊戲。以教嘅方式，如果係我哋我用客話嘅方式，就係認真有教講應該未啲。我講法，我講法，我 say something 出來，我 say something， 所以如果係用這個諧音的概念，然後就是讓大家知道說，哦，原來就是好像有的時候大家開玩笑，然後在講這個諧音梗，其實也有不同的解讀，這樣子，然後也很符合這個遊戲的意義，這樣子。而且呀，來參加遊戲嘅大3人都會有自家嘅發自己的那一個暗語，自家嘅暗字 say， 所以佢要有自家嘅發唱做得好好同家嘅隊友去分享佢愛小嘅嘅呀嘅詞，所以也係做乜嘅人也擺愛做呀咋獨家暗字 say 暗用嘅遊戲創模。啊，不過其實也個遊戲愛發展起來，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大家啲也按多年來雖然桌遊非常非常流行，啊，不過也擺節目組真係上嘅當久，將攞一個桌遊變做得到節目當中搞嘅遊戲。瑄怡可以同大家來講一下冇？其實我要講一件事情，我講我本來係冇睇搞桌遊嘅，真勁嘅。千腦搞桌遊，因為我如唔好明白我搞遊戲，我如愛搞嘅，唔過我愛先
我要先理解就是桌游的规则，对，然后我就说我不能直接玩嘛，我谈不生，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上的。因为台面路上请的记账游戏，那可是都好像没有很适合。后来我跟同事路讲，不然我们直接去桌游店玩玩看。我跟你讲，你真的规日嘞，去桌游店。哇，我们不是去玩，去做事，是，这有算工作时数吗？算了，很凶的。我们带薪去桌游店，我有开咖雷，哈咖天丝腿走谁？训练身材这样，带薪去桌游店玩。真的还搞第T100，搞桌游，搞到头拿通你嘛？搞到轻开、轻甜，因为我哋一边搞一边想。就是我们一边玩，然后一边想，然后把个时间同行业的元素同并入来。哦。对，然后要怎么样才就，而且如果有的人我会讲好，有的人不会讲好，大家同时行拢清好。对。所以我们还要自己模拟，如果所以我哋T100去桌游店的时间，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我们要再试一个，如果假使讲有唔会合法的人通下来搞的吧，而用搞的起来嘛，所以我们后来回来公司之后，就是因为其实托卡暗之这样的游戏系改编自，就是原本有一个桌游叫独家暗语，伊的搞法如果讲，我们每个人都要给一个提示本团的人。然后，而且为什么要叫独家？嘿，因为讲我们的字不可以有重复嘛，如果重复的话，字就会消除，所以头都我哋那款节目预告的全部出题咧，我出题咯，我的诗假使讲我假使讲我的诗同认真共用，你的诗咯我共下不出题，所以你要出来的合法要大家快理解。对，比如说大家啲哦呀，游戏其實冇案件難搞，不過節目非常嘅精彩，相信大家已經有看到嘅。先休息一下，還有動動內容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晚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上嘅行業班上所聽一句，哦，有看到呀7、8年前飯店啲嘅做馬嘅，上來嘅就都行業班上所附近馬嘅腦 ，NQ 下來看一看樣片。朋友，還有可以拍乜嘅咧？拍7、8誒！海底都看嘅海洋嘅動物，水族館全部都有哦。健白啊，我抽甜退些，免費別了用。謝謝啫，咩啦？嗰個矯正牙齒吼，動發錢啦！韓國該矯正牙齒啊，低啦！你嘅行業要繼續，1分熟3分熟，班上熟未冇要緊。我記得大禮拜請準時收看天意貴嘅行業班上熟。哇，有看到吼，有7、8年假日入到節目正經迄邊都很看鬧熱咧，同頭版冇共用。不過其實7、8年的概念都第一季就已經有誒，因為在我們的那個片頭的個通話啊，也係講專場啊，有上次做的看得到都等一下個呀的7、8年係特別留意設計，願意同大家講一下呀7、8年有乜個意思，韓國做乜個呀天季佢正經會出現來到呀當個。其實天季做乜個有7、8年，咩係講，因為我哋有誒托家安置這樣個遊戲，因為我哋教嘅時間，如發現講有嘅時間可能我哋咧內邊冇一定有辦法用合法同提示念出來。唔係有嘅時間，係太部分嘅時間，太部分。對，因為唔會講下，所以他們就是只能現場學。按你嘅話，如果有一個人同人講一個客人要用嘅念，就本記得停在咪嘅意思就錯嘅，就是有一7、8年講嘛嘅，幾3年就停講嘛嘅講出來，安尼。所以我哋咩上嚟請教，因為一個搞客人嘅工作，一定如係我哋講到年7來嘛。不過我哋要用嘅方式來出現，我原本還差點就是要穿肉胎裝出來，因為真給唔掉，對，就是原本想過很多種可能，但是後來就突然靈機一動，就我等有7、8年啊，我哋都係天幾嘅時間，冇錯，天幾嘅時間我哋有7、8年嘅角色，而家係咪可以用 TV 好好來發揮，所以才想到說要把它實體化，這樣，而且實體化之後，變得豐富
很多，因为唔但像喺搞游戏的时间，连欣赏两边欣赏，如喺芭比欣赏嘛，有春灿欣赏，喺搞哈发的时间，就是这些起班人也很有戏，他们也很忙，会互动对，这样子迷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跟老师演一些就是小短剧啊。嘿，韩国人做讲七八年是本嘅电影，像你计量是伫咧录样嘅时间啊，给七八年欣赏就会应敌顺风，按你听通，按你大概就下后给板，啊就会抢给七八年欣赏类高，可是。我做讲七八年欣赏，一种底部有懂到个机关之类的，你就会看到，阮七八年欣赏问题，真是懂兄弟咧，阮牙公好像讲牙婆这种概念，你底部有个机器给运转的声音，对，轰轰滚，嘿轰轰滚，嗰阵就会冲阮阿婆用要再说用板呀，哈，所以牙的有尝到七八年老师从牙条讲哈吗？哦，这种就有上次你们阿公阿婆嘅事情，冇讲乜嘅。然後大概因為你上嘅當然就會放伊嘅溝通嘛，啊佢看唔到嘅事。哦，對對對。拿個各位幫阿婆看嘅時候，阿婆咩木祖爸爸看唔清楚，你就拿到眼眼像那個東西，你知啊，有咗個紙筆，客家話不見得有，我基本上面時常還會上一下，嗰種我之後講嗰種形象上面，當場有重批啲咧搞後上條嘅啲咧講下巴。啊，唔講係啲啦，七八年欣賞實際上上到銅獎啦，獎七八年欣賞其中一邊，係要做七八年欣賞。啊，唔講同大家講一下，因為嘅當時啊，因做到幾隻七八嘅人偶裝底度，其實真係喺嘅鳳山動態上轟轟滾，嗰時候因就會有種阿公阿婆哈，嗰種看唔到嘅，看冇嘛嘅清楚呢？冇，因為佢真係看唔到，佢蒙蒙，因為我哋前面有同意稍微遮一下，就是我們不要讓底部看得到很滿。我不要在裡面露臉，你底部留嘅太開，大家都用一個七八年同人保護起來，因為看得到面，你真奇怪唄。所以其實我哋有稍微把它遮一下，所以就是會變成說底部的同時會有一些視線遮蔽，然後耳朵又躺唔進，所以跟風扇緊轉啊。對，韓國人啲動作就會發生種情形，就係講七八年時常東上忙啲嚟搞，啊搞嚟搞去，來賓講嘅又係啱我一種，然後七八年時常就會想講，到底有躺喺啲嚟講吧嘛？演戲，真嘅會想導播就5、4、3、2，我七八年時常就真係冇機會。跟有常是真嘅會按呢，因為有常是嘅煩就幾件東南煩咧，現場愛煩，一下又唔知下買嘅東西，煩睇過去佢又拖唔出來。啊，唔過就是造成一個節目遊戲的難度。真是啊，我覺得他有些幕後花絮，就是七八年欣賞看到嘅客家師，因為有上是2、3年下到強用，啊，其中就會出題，啊出題過後咧，你就唔知道幾多大小會表達乜嘅，係就看唔出。啊，唔過要擺七八年出來以後，我本家的正式出道，古時候有同家的安名誒，像許你同大家講一下。冇錯，因為我哋香港清南的，就是我們七八年有個實體化，現在好像下一步就是他出道了嘛，那出道一定要有藝名嘛，所以我哋強用都可以延續一個諧音梗的感覺，這樣，那因為以前按到七八年，所以就一直按到琪琪都係上個最高嘅嗰隻，啊，妹妹頭的那個，妹妹頭西瓜皮嘅嗰隻，琪，啊，接下來嘛有一直按到爸爸，就係琪爸爸七八年嘛，所以一直係琪，一直係爸爸，我哋香港一兩三名嘅，如果唔講係會行業嘛，係唔會行業，其實讓我個有影響。對，7、8要對，這就是你如果不會客語，就是記7跟8，沒錯嘛。7、8、8。唔係我講客家語言法，如係7、8的嘛，所以要用在如係7、7、8、8。不過有一支特別就是特立獨行吼，如係頭南冇比起來嘅咋？啲頭南冇比起來，而按到發太郎，太跳透了，很怪吧？發太郎，對，他叫發太郎。日本名嘅哦，日本來嘅，日本來是吧？冇，因為以前我哋最較常會看到伊嘅一隻7、8年，搞遊戲嘅時間咪係看到一隻。啊，欣賞大部分時間咪係同一隻7、8年來表演，所以我們想說要給他一個最特別的名字，它就是 C 位啦，就是 C 位要特別不一樣嘛。然後而且就是那時候其實我想到8係因為講7、8年嘛，係算一種班，然後我哋客家人喺講班作為請講嘅時間，我講一個班。
懂法，也天龟有搞过哦，懂法，懂法，所以香港用法也叫司法太郎这样。然后而且后来才发现，哎，其实念起来有一点像本郎，就是发廊本郎。一个你在吓到想说哈，真的是这样吗？我哋咧喺线上搞到欠嘅时候，韩本郎哦。对，嗰时候就希望大家记得呀，7788韩国博太郎、发的郎都可以哦。看你想用满意解读它，同大家来分享一样，378年正式出道。不过认真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拜来参加一只游戏，通通都唔係客人咧，也有朋友共下來搞，人嘅心情係乜嘅？我做真是喺動神奇呢，咩動符合人哋亞下嘅神法環境啦。係啊，因為像人哋亞下嘅從神法底本，咩會讀到動到，會講客家話，還講會講一些嘅客家話嘅嘢。啊，挨次家啲嚟做節目嘅時間，咩會同佢哋做訪問，又點會從啲嚟搞嘅獨家案知識？因為一路係平常時，睇過嘛嘅係冇嘛嘅好聽，係冇唔錯，尤其你牙齒嘅客家能力真是唔係按好。嗰種佢所有講客家話嘅方式，就係客家話轉華語轉一隻音，就人到客家話。哦，自己嘅方式。冇錯，啊，就老內邊其實係強用嘅。嗰種啲咧教嘅時間啊，之後動有嗰種神法嘅感覺。啊，各位你唔應挨笨蛋老豆講，我客語擔當嘅。笨蛋老豆，其實。一時咧用就冇，就是你跳要在語言，唔過你唔要談嗰種好出街的人說的一樣冇好，然後你就會去練習講用版去感受到佢嘅意思啦，甚至我咪發現到其實客家好咩唔係重疊，啊重疊就係有辦法溝通就好咧。嗰時候有啲嘅來賓啊，佢表現到特別嘅豐富啦，大啲這算作弊了吧？他喺聽上句嘅時間，大家要把手腳都綁住。不考慮一下，這樣子。不過有種情形，咩真見當像人家下現代也在用嘅，因為你有當到後生一批嘅客家人，可能家就冇見得清楚講下。現在咩佢用啲嘅訪問也就後生嘅客人嘅時間，可能家就咩唔會講下。自己的暗自識，自己的暗自識，跟住再落去團結都帶上去表達乜嘅意思，啊，甚至你可以應頭記，啊，你就啲。錯行喺講唔錯嘅師弟會聽到哦，我啲嘅應該係按樣嘅意思，結果完全唔係。你生係醫生師啊？唔過大家有看到廿八嘅場景哦，共用咩係很夢幻、很漂亮。唔過同鐵軌遊戲先係冇共用哦。我唔知，假使講係有看過鐵軌嘅觀眾朋友，應該都會發現，其實我哋廿八遊戲嘅場景，如果同2位形象的那個小盒子，我們把它拼在一起，因為如果象徵說就是我哋油嗆來賓，我們一起來就是來玩客語這樣子，就是一開始我們都是好像就是就是在外面盒子外面演寬形象睇搞吼，我哋廿八車家行入來，然後我哋強下搞，然後因為我哋按到行你班上收嘛，然後就是我們片頭動畫沒有一個 vlog，啊帶下睇考如果睇考起白，配起白，對，然後所以我們就是直接把那個片頭動畫一樣把它實體化做出來，大家就會從個 vlog 當好嘅。嘅說的東西，從結論強用唔係說啊冇說，以後嘅叫熱鍋上的螞蟻，一種，對，蠻有說服力的，全部都班上說，有當過螞蟻的人，很焦慮的感覺。對，不是我們該都班上說，行業咩班上說，啊唔過有數冇數，有好多就好嘅啊，還有等等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陣來。好，非常大家有賺到福氣來咧，我係總演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電視台嘅新節目，行業班上所有來同大家見面了。到禮拜六、禮拜日晏晡頭8點50分，大家記得要準時收看。其實到夜下已經有播機啊，視頻有做機啊，視頻，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多多少少有看到。啊，夜下哦，就大家共下來看一條有認真嘅片段。啊，有些咧可能認真咩冇看過哦。同其他對，同大家共下來看一片呢，韓國講一下大家嘅心情好唔好？好，你看下來看，你看下來看。
我的有点难哦，如果听不懂，你再幻想一下。好，确认一下，好。有10个字哦。10个字。3天公橋唔係捷運高鐵。这就是会不会形象大的一种。 maybe 是三铁。三天公桥，三铁共构。很强耶！我跟你说，平常有在没有认真有练习。就看我这个了。好，有出现过牛兔儿、斗有儿、让兔子哦什么有鹅，斗有儿、有兔都有鹅有兔斗有。啊！我知道了，月兔捣药。海陆他也不是很熟。那我们来3、2、1，请那个颁发阿啾很厉我们害要，差很多了啦。好，酸甜。好，那我们男跟女都擦掉了。擦掉哎，那就尴尬，那就尴尬对，CY。土片高，这就是 body language 表演派。土片高，痛到不行。那尹真来电如滚筒丝，有戏份了。你看，都表演都表演。有心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电如滚筒丝，土片高，土片高，情侣吵架，哦，哇！重点是真的猜得出来，所以如果讲那点有型，拢都得叫。唔錯，嗰時候其實係鼓勵大家啦，嚇，做完客家話唔好咩冇憂忌，嚇，重點你就係好表演就好。我们原来是一个表演课的广告，因为希望讲，因为其实看起人头都喺片段咩地嘛，咩睇感人嘅客法拢幾好。如果係講出來，如果有 TV，如果談嘅是人家睇講嘛嘅東西，很多人講不好也沒關係。藝術家本身係講試演強嘅。韓國藝電影嘅實驗強係硬練嘅，冇唔錯，古時唔一考係硬練呀嘅去了強嘅時，要行艱難，你強就當到走啊，點啊，對啊，來啊，痛啊！然後我就覺得那個對我來說有一些咧卡的，嘿，啊各位咧，因為藝術家係講試演強較多一些咧，啊一團配上嘅去了強嘅時間，我冇辦法很中性的去猜，我會帶個試演嘅角度，會有個劇本嘅影響，嗰個點都團起來，冇像一般完全唔曉嘅人按資源嘅去團啦。係，因為就像我頭擺講是嘅，我第一擺談到去了，應該係我可能應該誒小學動態嘅，可能4、5年生嘅，我去比嘅演講比賽，然後談到新組嘅同學家就講去了，佢就嚇，乜嘅東西？你係乜嘅花？要談嘅時，要談唔成。嘿，對，嗰時候對我嚟講，呀，試演強去了強，其實落差很大。啊，唔過廿擺透過廿個節目，100學2組，啊，認真知道廿擺學去了強，知道好高冇？我做懂神奇，唔過咩懂敬重啦。係啊，因為做我就講係講唔錯，唔過佢哋要做講，我係會講客家話，一條好朋友佢哋咩唔知咧，想講，哎呦。冇佢嘅強調，其實冇佢嘅能力咯。佢哋就一直老都講係講嘅英文完全冇。你這一直砸自己招牌，你應該會吧？你應該會啊！我超心虛的耶。嗰時候最同大家講，呀冇佢用嘅強調，真件意思差咁多。廿擺相同大家來分享試演去了，啊，這種人很擺上看啊，要不要西海太平安啊？加油啊！你要選一號，而且對太普強還是好誒。還有這樣強卡輸嘅時間，咩做嚟攞嚟強卡參加？希望有人嘅有辦法。哦，嗰時候大家基本有了解到呀，行業班上所有嘅節目上來啲嘅做乜嘅咯。啊，聽眾們有發現到，呀行一樣旁都會動到小道具。我們抽下來就會來到歡喜卡拉 OK 這個環節，我來進行乜嘅咯。基本嘅歡喜卡拉 OK 就會來同大家分享我用嘅來斷詞牌。這個是把你欣賞嗎？對，基本上全部就唔知等下會發生乜嘅事情，就係亞下我開始來計時，先計時1分鐘後嘅，啊1分鐘也就會包含插嘅台嘅，啊我開始來斷詞牌，看乜人斷到下度粒，啊一粒差唔多我規定好，差唔多按台。
差不多按呢。安泰，差不多按台啊，不要差太多，差不多按啊，差太多不算分哦，还不算分哦。对，昆曼人顿他抖了啊，计时1分钟啊。如果输的人会有惩罚啊，惩罚你们该待会再跟同台搞了分。这么哈扣啊，还要惩罚哦。跟导演，你平常时都这种人，跟要的来宾全部就不应搞到唔点用嘅，才要不然你没听到我选参加。问哦，假设係冇聲音樣誒，這種人踢神佢係會請來吼。喂，公平公正，那就看一整條輕鬆到。好，我先計時1分鐘，對插台嘅開始哦，預備計時開始。好。一數誒，真是係對客家人嚟講讀堅傷呢。怎麼辦？我冇辦法做客家人嘅。快點，斷氣吧！認真先插嘅反跳嗎？對。這種我應該係有一些小我覺得認真有機會。哎呦！你平常時就有啲咧同聲音嘅做溝通啦。我啲嘅呀，認真用嘅唔係斷氣吧？嘅方式叫用念呢？可以按你念哦。按你啱啱用念，用念跟嚟做客家嘅。這個本教就快嘅教條都唔好用斷用太快誒，同時準備一清辛苦。我真是唔夠用快嘅種進度是認真係用了吧？係用了，董金鐘呢？哦，這根本我一下斷嘅係7還係8 6、5、4、3、2，我不行了，1，好結束。好啦，問一下，搞個好事。好，結算一下。一斗粒，我有3粒，1粒，而且好像還有點大，應該可以啦。我跟3粒看起來很像那個誒，就是貓的那個，看起來懂怪。好，恭喜啊！今日節目當中就係同大家來分享要斷氣吧嘅也就發通呀。一般來講斷氣吧會按你斷呐，用快嘅按用鍵啦。對，不過剛剛就會想到一個會客家嘅方式，故時用按用嘅方式，認真就贏誒，掌聲鼓勵。啊，所以呢，我會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我們的懲罰，看起來非常的漂亮，這是一個像是法式料理嘅一個氣吧一個點心，係按同時七辛苦大做空去做嘅。啊，唔過做乜嘅就法式料要成為懲罰呢？也就係因為也在法式料底度包誒豬膽乾，大家啲豬膽乾係乜嘅東西？也就係呀。清傳統嘅客家料理，過年嘅時節係送人清河嘅電爐做得先皮乾啊，也豬膽乾嘅米線。阿妹，我應該真講真經嘅，雖然我係屏東女僕。快點聞，快點聞！我沒有吃過豬膽乾，我唔敢說咧。真的嗎？其實沒有，因為我不敢吃，就是內臟相關的東西。好不容易按盤公司全部就要豬膽乾嘅米線。真的假的？俺有冇批到？俺明天做嘛？我來上班了。好，懂熊哎，但是我沒有讓你直接吃呢。我們有包起吧哎。係啊。哇，懂用心哎。要炸法式料理，係來自人統司啊，底度包嘅豬膽乾，然後不會撒的那個是豬膽乾嘅粉。豬膽乾的粉，我們講對，用擂茶給它擂白啊，用擂嘅。我們為什麼？好了，廢話不要這麼多，快吃快吃。還有個其實底部有嘅有包，有嘅冇包。沒有，全部都有包。好吧，好。韓國人知道佢就真是係懂用心哦，還有那個蒜苗，對不對？沒錯，蒜苗很難買，現在很貴哦。真懂，我會真係娘嫩，請買價。很本結賬哦。哇，懂高勁呢！因為呀，起碼係真件係根本要早晨才買嘅，快點。起哦，起哦。時間會冇哎。天啊！好，來，太後。哇！我都流口水，突然間覺得好像很好吃。我覺得應該會很好吃，看起來蠻好吃的。後什麼？算獎勵。應該是看什麼？我覺得太便宜。我們現在先趁機懲罰他。鍾欣如，你先看哪？等下他可以是。你先用你的 body language 再聽一下，試試看。靠聽。試看哪？鍾欣如，他可以是，你先用的狀態來講一下漢語班上書嘅播出的時間。好，冇問題。如果你食東西嘅，拜謝下。我哋漢語班上書係第禮拜6同第禮拜日。安布條8點50分，短10分鐘，本大家同行一邊大家個數咯，大家叫下來看咯。非常鼓勵。哦，
要认真哦，等一下再过来慢慢的品尝。啊，不过今日非常什么，许你韩国认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怎么太高？为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视看记得爱看行二班上书啊，休息一下，等下停停欣赏，向下做运通。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樣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